台北市教育局等下推设共用式游戏场符合各种年纪的囡仔通耍的佚佗物仔。目前台北市嘛已经有28个这款的游戏场咯。今年按算阁要投入1500万来增加3个。总算到下课时间，台北市民全国小的囡仔拢到户外耍。其实因的游戏场是真无简单。这个游戏场有亲像这款的厝坡，互行动无方便的身障囡仔也通去哩厝流浪。其他各种设备的设计也拢考虑到无共年岁需求的囡仔。这款共用式游戏场，和各种力量残、各种特殊需求的囡仔拢通来耍。那所谓的共融式游戏场的话，它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样子的孩子都可以玩，不管是大一点的孩子哈，那或者是小一点的孩子，那还有呢一般的孩子和身心障碍的小朋友，我们都会希望他们都可以在这个游戏场里面一起玩。台北市教育局正在推出这款友善、各族群、各趣味的共用式游戏场。目前台北市12个行政区内底各校啊有28搭共用式游戏场。今年度按算要搁再投入1500万，增加3搭，互囡仔搁较友善、趣味的校园环境。特殊的孩子可以有他肢体活动的空间，然后也跟其他孩子一起游戏的场域。我们是规划就是每年就是至少要3座。目前我们是用行政区希望它均衡来规划。那大概我们目前规划的可能是万华或大同。台北市联团国小表示，因在起这款共用式游戏场的时，佮有透过学习单收集囡仔对游戏场的愿望，来举办工作坊，邀请囡仔共同设计规划。联团国小讲，斗阵规划的过程，通互囡仔更加有参与感，而且也建立囡仔的成就感。记者讲林竹凯台北报道。